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昏新竹县五峰乡有7个朋友小招去告白啊，其中有一个38岁姓廖的查甫人，因为冰船不幸渡水死亡。新北市现代掠着诈骗集团以1张3000块买真济电话卡，为去干保济做投资诈骗，超过2000人受害，损失超过109亿。美国总统川普讲，经帮抖音平台 TikTok 找到一群好野人要来买，2礼拜内会来公布名单。来看最近我们那天气真热，温度真高，佮真湿热。中央气象署嘛表示讲，今仔北部的高温有37度，一礼拜拜四会上热，过昼卖落38度，甚至以南佮有中南部山区雨会较大阵。今天开始，其实温度就已经比较偏高了，尤其是在大台北这边，其实就已经有机会来到37度左右。同时，包括比较容易有高温发生的中部、南部的内陆地区。花东纵谷其实温度上也有可能来到34到36度之间。我们目前有针对了大台北、高雄跟屏东发布高温资讯哦。那其他地方温度只要上升的也比较快，也不排除会有高温的36度高温以上发生的可能。气象署表示讲，最近伫南海到菲律宾东边的低压带佮继续在发展哦，一礼拜可能会有1-2个风台，各位观察，目前应该是袂直接影响到台湾。气象署嘛提醒讲，热人是风台的季节，民众都爱定定来主动关心气象的资讯。再来看，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天气拢愈来愈热。这几天伫欧洲真侪国家，亲像是法国南部，温度就升悬到超过40度。有所在热甲挡袂牢，有所在做大水。伫中国贵州，就因为落大雨做大水，灾情是真严重哦。雨嘛落到四川，当地民众是赶紧撤离。对悬的所在看落去，四季拢淹水，本来停车的地下室也变做大型的游泳池。贵州阳江县伫最近做大水，一礼拜内2遍大水，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官方发全城的警报，叫住伫咧7大洪区的居民刷去较悬的所在位。大水消退了，民众的厝内拢乱糟糟，趁着天气较好，大家赶紧清理。不过，本来伫咧贵州附近的大雨区域开始转向四川。中国官方29号发3防灾害顶级相关的红色气象预报，即马已经有要甲3万的居民提早转去较安全的所在避难。这场大雨也影响到附近的重庆市甲云南省，各地拢严加戒备。中国真侪所在做大水的时阵，极端气候也影响全世界。伫欧洲天气热甲挡袂牢，法国南部已經超過40度。Avant de sortir, je douche ma chienne, je me douche. Et puis, ma foi, je rampe, je marche à 4 pattes. J'en peux plus de cette chaleur. 希腊的首都雅典因为天气有够热，官方开放7个有开空调的社区中心，互民众来遮纳凉。真侪人来遮开讲行期消磨时间，不过全港来耍的游客也是来照行程行。We are all from Pennsylvania, and we'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 heat wave like this before, so we're all very hot, and all of 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天气拢真热，民众是热甲挡袂牢，有人食冰消凉，天气大暑也增加发生野火风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有7个朋友昨昏小招去新竹县的五峰乡告白啊，结果其中一个38岁姓廖的查甫人无细离冰船，因为溪水是真臭流，不幸渡水过往。据有人表示，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尝试3次自救未果，而后人舟分离，遭水下开口吸入。30分钟后，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五峰分队到场后，立即给予 CPR 进行抢救，而后与2大队集结人力，于153栋搬运至道路上，交由远警跟交友处理。事故的地点是伫上滨溪顶游，昨早起一个姓廖的查甫人，甲因一名朋友，对五峰乡清泉部落出发，按说要告白啊，过到和平部落，全程9公里。结果因为溪水错流，廖先生的船变船哦，所以伊试3摆想要甲船变过来，也毋过拢无成功。虽然是有穿救生衫，也毋过嘛是有暗流降入去。后来伫事故地点200公尺的所在找到人，已经无喘气，嘛救无回来。
因为这搭是危险的水域，禁止过船。消防局搁再提醒民众，为着安全都爱选合法的水域活动。再来看新北市现代掠到一个诈骗集团嫌犯是以一张3000块买真侪电话卡，再搁卖互伫柬埔寨诈骗集团，申请赖的口座来进行投资诈骗。警方4月开始侦办，计共是有超过2000个人受害，损失超过109亿。迄个小组将门弄开，入去搜查，查到一个姓陈的主嫌，伊去柬埔寨学几下届，倒来台湾做诈骗犯罪。这个涉案的诈骗集团，唔但骗民众，都连招募车手卖共骗。因咧找车手，煞是包装做有外送员的货。今嘛，阁有不法集团会考验车手对因敢有使用，假扮假的被害人跟自己的收水成员，来让这些新进的车手取得赃款之后，来确认他们确实的有把这些赃款交给收水，就是他们的上游的成员。警察摆互伫车底。发现因家食的物件，为楼骹吊起哩，到因咧藏的所在。诈骗集团唔但要预防拆掠拆，嘛惊因的行踪会曝空，所以避起来唔出门，较袂去互警方挡到。今嘛要是去互查出来。这个集团是以每次3000块的一个代价收购人头卡之后，再以6000块到8000块不等代价授予国内以及在境外这些柬埔寨或是缅甸的机房作为诈骗的一个联络一个门号。新北市警方为今年4月开始展开专案行动，掠到超过150个嫌犯，清查到的受害者，红拐去假投资等等的诈骗，人数有甲2600多人，财产的总损失有甲109亿。节电行动的专案主要的对象包括电话卡商、诈欺机房，还有诈欺的控房，以及这个前客以及控车，还有面交的车手。都惊有搁较侪人受害，警察嘛为同仁的记录一个一个敲电话问，有找到255个潜在受害者。警方提醒，即马伫咧并购进前，诈骗集团甚至会送乌鱼子等等高级的礼物，要来降低民众的戒心。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现代去年5月伫中寮乡的山区掠到咧制作第3级毒品的工厂，当中是查扣计共180公斤的毒品，掠到3个制毒的师傅。因为工厂的地点是国有土地，嘛查到非法甲土地租予工厂的2个共犯。警方将查甫人压制后来，佫连续掠2个人，因的身份是负责制毒品的嫌犯。南投县现代县警去年5月伫中寮一个偏僻山区，查到一个贩毒集团掠3个制毒嫌犯，因讲是受集团请的，制作俗称“喵喵”的第3级毒品，当场查扣毒品成品甲半成品180公斤。于本辖中寮乡山区破获一处以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毒品工厂，3名制毒师当场落网。警方也查出这个工寮是由一个姓杨的金主向姓张的地主租的。今年3月成立，姓杨的金主率去5月掠非法租土地予制毒集团的姓张的地主，查扣税处契约书这证物。警方甲高山署人员去会勘，确定这工寮范围拢是国有土地，列为山坡地保育区，是农牧用地，依法免凊彩开发或者是营利。常年非法占用国有山坡保育地。私铺道路、搭建铁皮屋，并暗中出租给制毒集团牟利。县长的地主用每个月6000块计数，将国有土地数字说服犯罪集团牟利。虽然伊讲甲制毒集团无熟悉，暗过警方信后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窃盗罪等罪，移送检方侦办。3个制毒的人甲姓杨金主目前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将进行团结国家第3场的演讲，讲到1946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伊讲迄当时台湾无派人参加哦。国民党是批评讲总统是无解了解历史的事实，民众党嘛批评赖总统对宪法的理解错误。也毋过总统府是回应讲，赖总统的意思是，迄当年制定宪法代表的产生是无经过台湾人民的普选。
总统罗清德团结国家10讲，29第3讲讲到1946年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强调迄时阵台湾无派人参加制宪，引起产业反弹。共同批评罗总统罔着历史事实，强调当年有18来自各行各业代表参加制宪。民进党主席黄国昌认为，罗总统对宪法有错误理解，甚至连绿营非常多的人士，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总统怎么会错到这样子啊的程度？当一个总统可以没有宪法知识，但是你要有宪法常识。如果你连宪法常识都没有，你起码要学会用 Google 搜索吧。罗志强批评罗总统10讲是一部电视斗争，为大罢免做功。不过立法反击，不管是55宪草加制宪大会，台湾代表敢若是被指定被代表，不是台湾实际兵器。看出到批评阿北是一头起尾，曲解罗总统的意思。那是经过陈仪钦点的台湾代表，台湾是被代表，而不是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实质参与跟实质的民意。针对罗总统第3讲讲到，不是表决多数就赢的讲法，吴思瑶回应民主运行基本关键是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不过第这届立法院所看无，这一届立法院只看到多数行使的暴力表决，在每一次的表决之前，该讨论没有讨论。委员会中心主义被践踏。面对怎样批评，总统府回应罗总统原期是指，当年制宪代表无经过台湾人民普选产生。台湾虽然有感谢选举产生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不过对宪法内容的决定无实际参加，一直到前后7摆修宪，台湾人民才用正做修宪的主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陆委会要求中国配偶提出失去原籍证明的保险申请，今仔到期了。统计各有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佮还未甲政府联络。移民署是强调讲，只要愿意处理的态度，特别注销因的户籍。陆委会嘛强调讲，目前并无按最后的期限。中国配偶报告丧失原籍证明申请到6月30为止，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一日把公开统计数字，已经交证明文件有5534人，经过移民署同意估计，延期人已经有2572人，长期住伫海外还未回国人有1803人，还未甲政府联络的人有2237人。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系到的2000名的陆配的部分。只要他展现出这个他愿意去处理的意愿跟行动，那对于注销户籍这种重大的事件，我们不会尽予去做处理。我们目前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这个最后的期限，确实还有一些真的是联络不到的人，那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户政机关和警政机关，然后想办法把人找到。移民署也强调，这4年的中国配偶有可能是伫台湾无生囡仔，属于年岁较大、高脑弱势，或者是有自身落差。会尽一切力量，包含透过健保资料，或者是公单位找找到了后，脑展现议员处理的态度，原则上都袂负直接注销户籍。那我觉得一开始政府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先沟通、积极辅导的方式去做这个，而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当然，这是我期待这些政府在做这些政策上面能够更关怀一下这些铁路。中国配偶团体是建议，多借事关重大，移民署或者是陆委会处理相关事项，应该爱加一寡谨慎。希望未来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应该先甲民团沟通，找出适合的解决方式。用积极辅导的方式，毋是强硬手段，避免一开始自身落差，才袂互因心惊吓。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伫访问的时讲到，讲野因平台 TikTok 已经找到一群好野人要来买，伊是无讲细节，只强调讲2礼拜内会来公布名单。另外，针对美中关系，川普是强调讲，甲中国的关系是真好哦。针对有中国人涉走私病源入境美国，红掠着的代志，伊嘛无加讲。之前嘛有日本媒体指出讲，中国拍算要邀请川普去天安门广场看阅兵。
中国伫在跳动之下，电影因被台 TikTok 伫美国卖林，无卖得禁的禁令，高达已经有300延长宽限期，川普就职时头一摆宣布，期限延长75日了后，直到延长到6月19，这个月较早，搁延长宽限期到9月。川普离高接受福斯新闻网电视节目拜二赛季但未来专访的时指出，已经为 TikTok 找到卖家。It's like TikTok. I'm extending that, but no big deal. We have a buyer for TikTok, by the way. I think I'll need probably China approval.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probably do it. Who's buying? I'll tell you in about 2 weeks. A big technology company there. Very, very wealthy people. It's a group of very wealthy people. 川普伫接受访问的时也淡化北京有关激进行为的重要性，也表示世界都是安尼运作。这包括伊对中国会有2名中国公民涉嫌走私危险病原体入境美国方面事件的看法。川普是咧回答相关提问，说明家己安怎看待中国偷摕智慧财产权、侵害美国电信系统、甲新冠疫情争议时发表看法，也强调甲中国斗阵和谐。另外，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有知影内情的人士指出，中国计划邀请川普出席9月13伫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庆祝大会甲阅兵式。9月也拄到联合国大会伫纽约举行，美国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那这2项计划其中的一项行程，也是川普第2任期以来美中2大经济体领导人头一摆面对面会面。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昨宣布讲，已经签署命令，乌克兰要退出禁止杀伤能源地雷公约，代表讲未来乌克兰袂阁受到使用地雷的限制哦。泽伦斯基是强调讲，这是面对甲罗西亚小战必要的做法。乌克兰是渥太华公约的缔约国，不过罗西亚唔是，所以乌克兰袂当摕到制造、储存或者是运用会讲台式的地雷，不过罗西亚会使。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了后，2国拢去互人权观察、甲国际反地雷运动等等的组织大力批评。不过乌克兰因为渥太华公约是去互骂了更加厉害。罗西亚使用地雷虽然是无受限制，总统泽伦斯基29签署法令，互乌克兰启动退出渥太华公约的程序。Росія ніколи не була учасницею цієї конвенції і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цинічн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протипіхотні міни. Причому не тільки зараз, у війні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不过，这项决定要需要经过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通知联合国才会当生效。乌克兰外交部伫声明当中表示，面对罗西亚的入侵，乌克兰高不离中，无条件都要甲百姓的安全、甲国家的防卫，加做优先考虑的事项。不过，根据公约的规定，退出的时程差不多6个月。到时若要伫武装的冲突当中，这个退出的行动，伫武装冲突结束进前是袂当生效的。泽伦斯基讲，乌克兰对退出的程序有偌复杂是真了解，希望透过这个政治性的动作，向所有的合作党派传达应该关注的重点。伫罗西亚乌克兰冲突3年外了后，几乎的盟友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甲爱沙尼亚这些罗西亚附近的国家，进前都捌做出类似的决定。今年3月，人权组织才谴责这些国家退出渥太华公约的意图。这种地雷若无细致去打着，毋是活活去互崩死，一般嘛会断骹断手，对百姓造成长期的风险。渥太华公约有160多个国家签署，不过美国甲罗西亚并无签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顶礼拜5，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收盘受下落，市场嘛预计讲，这礼拜就算央行护盘要保29块，也毋过台币嘛有可能是会继续起哦。另外有消息指出讲，央行目前嘛在查外资的金流，要来看讲，敢有外资卖股票了后，又搁直接甲钱卖掉来赚汇差。3张新台币对美金汇率开盘29块1角6，升2分，也毋过10点过了后，大型出口商会当进场抛汇了后，新台币对美金汇率慢落到29块4分，8升超过1角。市场有期，就算央行这礼拜想要收掉29块，有可能出现28这个数字。全球的美元指数没有再持续的弱势的话，那接下来台币呢，就可能呢，在这边呢开始逐步的做筑底了。就算看到28字头呢，看起来呢升值的幅度跟力道呢，可能就会开始减缓。根据了解，央行除了出手缩减大型出口商每日抛汇价度伫1000万美金，抛汇时间也爱伫早起10点了后才会当进场。另外，央行除了早大休，也透过外资银行了解外资买股的内容，也个暂时将正做借款担保品的美金伫股市获利了解了后，佮将美金同齐抛售获利。
专家认为，后半年若台湾出口表现放慢，有可能抑制出口商跑回，有希望降低新台票升值压力。不过，市场也在关注这波汇率升值，敢会影响台积电的获利表现。台积电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国外，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收美元。但是因为台积电最近也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再加上台积电它的很多设备啊、材料、特用化学品也是从国外进口，所以它其实也需要拿美元来支付相关的费用。所以我认为对台积电来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专家指出，其他电子产业万一获利拢是收美金，不过伫支出上佫毋是付美金，可能会因为新台票升值影响获利。比较新台票对美金升值，3大台股盘中上加捌来到22400点，盘外180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迄3场今年5月17停棒，台湾正式正做飞行工园。那别立委伫5月20嘛，随提案要来停棒，迄3场佮提案要公投，8月23就要投票。款团早起是起立欢迎抗议，因是批评讲，那别两党无应该放弃电厂联业来开后门。想要让已经运转40年的核三续命，你们根本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屏东迄3场5月17才除以南北立委就随举办重新启动迄3场的公投，引起款团不满，把伊伫立法院头前演出行动剧。款团表示，迄3伫咧屏东地区运作40天，顶个月5月17才算全面除役，屏东居民无简单会当正式脱离核定的风险，才过3天就要重新面对这个风险。民众党不管是前主席柯文哲或是现在主席黄国昌，都曾经对公众说过反对核能，而国民党的侯友宜跟朱立伦也明明白白的说过，没有核安，没有核电。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把他们讲的话都说过就忘，然后呢，现在来说他们要重启核能。迄3重新启动公投，伫8月23投票，款团爱民众徛出来投反对票，因认为5月17迄3除役了后，台湾真无简单，才食做亚洲头一个废墟的家园。这几冬政府推动再生能源，电力来源豆豆行向安全、永续的能源转型，如今唔通因为政治的操作，互能源转型倒退路。过去几年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台湾再生能源发展其实不看好，但其实过去8年来，我们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成长了166%，发电量增加了200亿度，甚至是减少的核电比减少的核电发电量还要多。屏东县长周春美也坐界表达反对，伊指出迄3运作40天，屏东人逐工拢活甲心惊惊，真无简单，才等到除役，立法院就提案公投，实在真无尊重地方。万一若发生意外，屏东居民是第一线的受害者，呼吁公投爱考虑到地方的声音，唔通用全国的投票来决定屏东人的生命安全。记者第一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新曲港甲中央公园相款，8、9年代的时是真闹热、真抢眼，拜六礼拜世界人拢吵。也毋过这10月冬来是愈来愈稀微。市政府即马要来推动补助计划，上侪是当来补助上100万的装潢甲设计费用，望讲会当来成人条。也毋过当地店家是表示讲，附近店租金上过贵咯，这才是上大的问题。几个景点的门口拢打出租的广告，高雄新曲港抑个中央公园相款，最近人是渐渐稀微。虽然市府伫去年办圣诞的活动有吸引真侪人，但是店家表示消费并无增加。很多年轻人过来，他替代率没有提升，为什么？因为商圈里头，我刚才讲最重要，他没有做出差异化。最大的重点是租金啊，你租金这个就已经占了你月营业额的快1半了，那你是要叫人哪我？因为真侪人拢用网络买物件，加上相款无做出特色，租金阁真贵等等的原因，互这两个伫8、9年代捌真抢眼的相款渐渐稀微。不过有学生认为讲衫甲小姐是较俗，也是会来洗。我天天逛，应该算好逛，因为东西没有到很贵。人客愈来愈少，互店家真惊吓。不过中央公园相款也当咧进行环境改善的工程，经发局也提出100万的补助，希望吸引店家来进驻。补助计划分为专业服务费，也就是设计费上限20万元，以及营业场所装潢费上限最高可达120万元。他必须整体规划，重新去定位，它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特色的店，因为那边其实地点区位是还不错，因为它那边是中央公园地铁站，走出来其实是很方便的。
学者认为，除了补助影响高雄的天气，应该加强上款动线有较侪雨，或者是补助蚊虫饲仔定期伫遮营运，也是吸引人的方式。不过，当地店家也表示，比起补助，更加希望政府会当介入解决租金上贵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某为了要防止诈骗，推动 ATM 领钱，就要甲喙暗摕落来。另外，中华银行嘛伫 ATM 来利用 AI 人工智慧的技术，伫领钱的时候，若挂喙暗，伫安全帽啊、甲面盖的，也是讲电话，看起来怪怪哦 ，ATM 就会单警报。这查甫人正伫超商内底自动柜员机 ATM 一直领现金，家庭中央一直换提款卡，也佫一直四界看，引起正伫休假的警察注意。通报线上的警网支援了后，成功来抓到这个诈骗的车手。为了防止自动柜员机 ATM 真侪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中华银行27开始将部分的 ATM 导入 AI 面部早期辨识的技术。您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要注意，即便你伫使用 ATM 出现挂喙暗，也是伫安全帽加面查到系统就发出警示声音。另外，有哪听手机啊，哪操作 ATM， 也会触发这个警示声音响起。您正在使用手机，提醒您禁忌诈骗猖獗。旁边假如说很多人的话，一起看过来，确实就是蛮尴尬的。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遏止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样还不错。根据警政署打击诈骗仪表榜显示，今年1月到5月诈骗受理案件超过7万件，损失金额总共大约400亿。除了中华银行甲 ATM 安全机制升级，5月中台南市府伫辖区的20个热门地点也加装喙暗 ATM 辨识系统。民众伫 ATM 领钱的时阵，必须暂时甲喙暗抑个安全帽摕落来，面部五官拢会看会到，若无会出现警示声音。试办1个月已经看到成效。透过车手在 ATM 提领的次数和金额稍微有下降的状况，那后续呢来观察看看我们的一个示范的成果。在某几个这个车子容易取款的点里头，就可能人数没那么多 ATM 里头，才做这样的配置，比较有多因素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验证，我就会比较好一点。治安专家讲，银行导入 AI 面部查起来辨识技术，若真正出现犯罪行为，应当作影像证据提供。不过事先上好加做宣导沟通，避免民众因为挂喙暗这习惯而出现无方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共动保团体公布伫拍卖市场的调查影片，指控讲伫运输的过程，伫拍卖时拢有虐待的行为，甚至有涉案的疑虑。动保团体嘛去农业部抗议，呼吁讲就应该赶紧废除遮尔残忍的活体拍卖制度，推动鸦片交易现代化。今年台湾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证，已经毋是3种传统抵制疫情国家。不过，台湾的鸦片市场有关是活体拍卖制度，有兵团指出，这猪仔要抬进前在拍卖的时受到残忍的虐待，这嘛违反动保法。兵团嘛公布2004年至2005年的调查影片。每只猪都遭火花事件的电击棒电击，在成为人们的食物前，要经历惨无人道的暴力折磨。兵团指出，今年大约有600万只猪要送到拍卖市场，毋但对南部运到北部的过程，特不是对高速公路摔落来，造成运输风险，嘛增加碳排放。这兵团出面呼吁农业部要积极提出转型政策，重视经济动物的对待方式。从半夜屠宰到凌晨送到肉摊，卖到中午12点，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有冰柜哦。我们是这样子在卖肉的，其实我们让整个台湾人民冒了一个很严重的食品安全的风险。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8到10% 的碳排就是来自于这种生产跟运输。如果连这样一个落后、残酷又高碳的制度都不敢淘汰，那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民要相信这个永续政策可以实现呢？兵团呼吁农业部赶紧对着国际现代化多体评级的教育制度下步，互猪仔通对低调就近送到附近的屠宰场，避免长途运输，安尼嘛通减少碳排放，也会使降低食安抑个防疫的风险。兵团嘛甲定情书交予农业部。这个我们大家的陈情我们都有听到了，我们会带回去处理，然后审慎来研议，我们会妥善给个回应。针对兵团提出的意见甲呼吁，农业部并无加做说明，敢若表示会早登去部会内底研究。另外，兵团嘛呼吁民众加入联署，共同支持废除活体拍卖制度，推动鸦片交易的现代化。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云林县麦寮乡靠厝的养殖区最近有民众的温纳红岛真侪开过水，来倒废水的车结果云林县环保局的报条嘛已经录影检记录。
婚姻官环保局是表示讲有去采样，一间厂商甲管政府的契约，今年5月底就已经到期了。但若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会依法来处理。嘿，头家，你来伫遮倒工作人员徛伫垃圾水槽再上车边啊，一直用清水甲技术由阿爷垃圾水向外口冲，伫未了乡的苦厝段养殖区做养殖的王摄氏，马上摕手机啊录影存证来检举，因为这款的情形2-3个月进前都已经发生过。那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劝说拜托了，不要倒在这里。他都不理我，还跟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地方，你没有法可以管。我说这照依法就不行啊。养殖业者讲，行为前3月、4月技术偷倒垃圾水，恐惊会污染到附近养殖的鱼运。但是事当时环保局派人采检报化验，并无发现污染物。不过车顶有挂婚姻官环保局的布条啊，安尼倒垃圾水敢有合法？环保局表示已经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针对业者违反的废弃物清理法毁损本局名誉混淆视听这个部分，我们会来严格的追究责任以正视听。环保局表示，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间科技环保公司。去年5月底和政府签水沟清扫改善环境卫生计划合约，但是今年5月28已经到期。无应该阁以环保局的名义进行清理的作业，而且垃圾水爱伫合法的所在倒，目前等化验的报告出来，会依法究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东市新亨里有一间豆腐工厂，亲像长期拢排废水，影响到附近100多家的农产哦。那当来附近民众要向环保局检举，也毋过处罚拢是无介当。最近又个头牌里面嘛发起抗议，伊嘛去台东县议会申请，要求议会要监督，嘛要进行调查。伫新亨部落附近的这间豆腐工厂，外观看了像一般的客家，大门是开开，涂骹看了是真垃圾。毋过，互附近的居民头壳摸咧烧的，是这间工厂哪像是排放废水，而且这废水是探去阴产的水沟，造成水沟的鱼仔拢死去，嘛影响附近100多家的农田阴产的用水。目前看得出来，就是鱼仔变多嘛，水足臭的。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已经甲探去阴产的这条水路封起来，毋过居民也是真生气，因为前6年前因的生活就一直受到这间豆腐工厂的臭味，还有废水的影响，有甲环保局检举。环保局来查23届，一直拢验袂出来有污染的事实。早起10点，35个居民去台东县议会抗议陈情，要求县议会组成专案小组监督县府查明原因。真的是会影响到食欲，然后有时候你睡觉睡到会被那味道呛醒这样。在还没解决之前，现在请县政府相关单位勒令停工。那他因为有时候去他没有排了哈，当然他有排的部分，外观上当然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异样哈。这间豆腐工厂八岁讲有排放废水甲空气污染的情形，不过居民的感受就是感觉真无爽快。台东县几个县议员表示，会组专案小组来调查。当地居民讲，环保局若是阁唔积极来调查，公开数据，会发动更较大规模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公布汽车十日转的指引，建议讲头前的玻璃碳光率至少爱70%以上，正副驾驶的窗仔就爱40%以上。若是客丁车后座两边的窗仔，佮后斗的玻璃嘛爱40%以上。将隔热纸高温塑形了后，裁减适合寸手，刷来个清洁车窗，开始施工打隔热纸。为了加强驾驶行车时辨识甲操作安全，交通部公布汽车车窗甲挡风玻璃打隔热纸使用指引，以车辆比条做主要分别。一般车建议前挡打下当见光透过率70%以上，前侧窗40%以上的隔热纸；家庭车时后车窗甲后挡窗拢是40%以上的隔热纸，目前是参考建议。115年了后，新车会强制立管，也有罚则。它是一个这个宣导。也是增加国人对于这个粘贴隔热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建议哈。那目前大概规划就是明年那这个交通部还会再另行公告实施的时间点那会从这个新车开始来执行。公路局表示，为了协助民众确认隔热纸符合建议，已经请隔热纸业者将产品送检，符合标准产品会公布伫监理服务网。业者表示，保证民众惯习使用的大部分拢是40%左右的隔热纸。新规定是为了增进交通安全，虽然还未强制实施，已经有人直接打70%的隔热纸。一样的 CP 值，一样的价位，但是只是说你的隔热效果变成是最透的，所以就是会最差的那个阶级，就是会隔热效果会差一点。
配合政府的美意啊，因为毕竟生命还是比隔热重要。现在他先推出一个指引哦，那指引里面有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时间就是民间可以准备的时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路检法规搁进一步，又毋过目前新制无追究以往无法规范旧车，也希望会当设置落地条款，一步一步推动各地早透光全面提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公馆的基隆路罗斯福路的路口公馆圆环啊，本地6月底特别拆掉哦，要甲公车专用的地下道填起来。因为地方的民意代表佮有民间团体反对，台北市议会嘛做出决议，要求暂缓时间。今仔是开公听会，要来听各界的意见。其实是速线上过高的问题，好，因为我们可能还要想长远一点，就是说未来市区道路是不是30公里速线，这可能是未来要去思考的问题。很多行人，尤其是上下学尖峰的时候，这些学生他甚至是没办法在人行道上面等过马路，必须要到车道上来等，那这就会造成很多的危险。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2018年开始哦，到旧年，公馆圆环连续7档拢是台北市车祸上侪路口，所以决定要甲公馆的圆环拆掉，甲公车专用的地下道填平。也毋过外界有真侪疑虑，嘛烦恼讲会等到造成大台车影响到交通，因为讲目前的提案哦问题是真侪。台北市交通局嘛搁再强调讲，填平地下道是上好的办法。也毋过，我嘛是来听各界意见，再过来决定讲后一步要安怎做。再来看4档前哦，中华的交友大楼火灾有3个民众不幸过往，一个消防员陈志环殉职，陈志环的亲人争取伫殉职地点来做纪念碑。今仔永保平安的纪念碑伫中华火车头前的广场落成了。众人伫纪念碑头前哀悼追思4年前殉职的消防员陈志鹏。2021年6月30日，中华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发生火烧，造成3位民众过身，1位消防员殉职的悲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就来发起立纪念碑的活动，透过中华市公所提供场地，甲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踩伫中华火车头前。这个碑它可以立起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以家属的心境来说，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件事是可以就是避免的。但如果它能够一直不断的、慢慢的进步，那当然是是最好的这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交友大楼是消防法4名3权入法，是这执行调查权的案件。调查报告明确点出，消防、建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有欠点，是真有指标性的案件。这阵交友大楼已经拆掉，希望透过纪念碑，让众人会记得这件火灾事故的教训。我们把碑文、把碑的意象，还有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本文，给立在了彰化火车站面前，让世人可以不断的记得这个真相。只有记得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动、去改变。消促会表示，为2014年到达，全台湾有46位消防员殉职，希望透过这个由民间发起的永保平安纪念碑，让政府单位会当真正重视公共安全甲消防权益，卖互消防改革只是咧画口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再来看新竹市18尖山，对日本时代开始有24尊石头做的神像，也毋过最近有一尊要100重历史、重100公斤的石头观音神像，竟然无去啊！当地议员是指出讲，因为这个神像还未登录做文化资产，所以无负责单位，要求市政府得爱重视。市政府嘛表示讲，因会先派警方来加强巡逻。18尖山是袂少新竹市民加入运动的好所在，伫遐有保存对日本时代敬奉的33尊石头佛像，尾仔因为开发造成部分无去，剩24尊。想袂到最近却有人发现讲，其中一尊观音妈竟然也无去啊！民众也曾经向市府通报，得到的回应是未登录文化资产，也没有相关单位直接负责。新竹市文化局在对这些石观音呢进行补登录文化资产的程序，也要建立一套机制、巡查的机制，以及后续的管理维护的责任。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它的文资声温也许不像那个新竹州图今年100年，那它因为没有声温地位，所以好像
就因为这样子不被重视，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因为被偷，我们就让市民朋友一起来论述，知道这个18件山的这些宫，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新北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已经要求18尖山管理单位加强巡逻，另外后续也会照文资法找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厘清石头观音的文化价值。后续呢，也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他们是否能够指定为我们新竹市的一般古物。那也呼吁市民呢，能够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议员认为，无论石头观音未来敢有认定出文化价值，相关单位拢应该爱加强管理，嘛呼吁市民做伙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公用电车业者高区别，今年3月已经结束营运咯。业者本来是有答应讲5月底会把车拢收回来，也毋过即马阁有超过500台的电车停伫路边占用停车格。交通局是表示讲会先斗3天来处理，7月底之前就会全部来回收。鉴定技术讲，这台电动车顶壳破去，东亚海去车厢内底嘛，互人钱本数，到底伫遮停偌久无人知。公用电动车高区别3月宣布停止营运，原底答应要伫5月底进前，甲1200台车回收回来，最后跳票。交通局预估，至少有超过500台车，红四架迄伫咧路边，也是占用停车格。咱实际来到业者暂时营运处嘛，已经退租收了。当地里长表示，业者态度消极，市府应该爱较强硬咧。因袂使当初是因甲咱市府配合，因咧趁钱，即马因才要收尾要结束结果搁互咱市府搁开钱去用遮个物件，所以我感觉市府应该硬起来，看是要改发，还是用啥物步数，互因会当对这件代志会当较顶真的。占了一个停车格，你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会很麻烦。因为业者无要处理，现在交通局已经将20万的保证金销定，摕来处理后续的车辆回收作业。交通局表示，业者宣布停业了后，因已经将营业许可废掉，留落来业的处理的车辆大约有600台，对6月开始已经线线地回收，按算7月底进前会全部完成。交通局目前已经完成回收441辆的车辆。回收的车辆也将限期高库比公司来领回，未领回部分则将依规定办理拍卖。交通局讲，除了高区比，也有1间业者嘛已经停业。目前高雄剩3间业者在做，大约有2700台的公用电动车。里长建议要制定相关的处罚办法，若无像安尼趁无钱都无爱做，留一寡事尾互别人处理，伤过无道理。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屏东市福兴公园甲万林公园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公园内底鸭佮鹅数量是愈来愈多，报道常常拢有鸭屎佮看到讲有人固定伫遐饲菜叶啊。即马县政府是决定讲7月初10会甲无人卖鸭佮鹅送人去饲，来控制数量。一外过的日热欢迎，有的是伫水池边咧散步，水池边的草地全拢是鸭鹅，真有自然生态风景的感觉。不过最近就有民众通报，讲屏东市的福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因为有人固定咧饲鸭鹅，甲各类菜叶乌白等伫涂骹。鸭鹅的数量伤济，拢四界放屎，互公园的环境愈来愈垃圾，影响到其他民众使用的权利。但是我毋捌看过因掠等于落啦，就拢逐工就拢有人来饲哦，你敢有感觉安尼愈来愈济安尼？对啊，本来就愈来愈济啊。关键是盖好啦，毋过你要叫这自然生态，对不对？你也饲到这几只咧吼。民众看法无相同，福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大约是伫3年前重新启用，当时为着要互公园成做一个生态循环，才放养一寡野生鸭鹅。这几年，煞有民众开始放凊饭、菜叶仔，互鸭鹅食，甚至是厝内无位通好饲，就甲动物放伫公园饲，造成公园的鸭鹅一直生碳，落尾数量无法度控制。统计起来应该是150到160只之间呐。那原本的话，就我们在从其他单位接手过来的时候，应该是至少不到100，甚至可能低于50只。所以目前乍听之下，应该是多了2到3倍。呼吁各位县民朋友共同来维护我们好的公园品质不要以身试法。县府公务处表示，这个鸭仔、土鹅有超过一半是民众放生的，这几年开始影响到公园的环境。县府20伫公园内电火条已经打出公告，若是有人放养，就赶紧掠回去。7月初10以后，就会开始掠来减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花莲的参驳车头有一张100多吨的青仔去抵着病，去年风太来时就倒去，地方的民众发起抢救哦，这张树仔嘛佫开始慢慢补芽，也毋过最近说风一再来撤掉，在地民众是感觉真莫名其妙，嘛要求县政府应该爱说明。工作人员摕电机来记这张倒地涂骹已经上100岁的老青仔，附近的居民是真艰苦，无法度理解讲原底敢毋是讲要救这张树仔，就要煞4玉树甲伊记掉。唔甘嘛，迄都几百年啊呢，去阮倒啦，来要救，来要甲抬掉，我有法度哦。100年啊，嘛是一个性命，对无？你嘛讲哦，高价你嘛要安怎创，你嘛煞别位。这张100年老青仔去年因为袂堪的空坠风台来倒去，当地居民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救，但是老树仔因为黑菌病感染严重，要救无遐简单，也需要经费，所以需当时间来当先修剪大部分的树尾，和河浜啊减少水分的流失。时间上已经拖了将近7、8个月了，它的生命体的乳汁也都完全都已经没有了，消耗掉了。发起抢救老树仔的议员是唔敢相信，这个县府伊对老树仔是安怎都无通知，敢讲唔知影在地民众对这张老树仔感情有偌深。我想，这农业处也必须要提出一个说明，不是没有经费，一句话，或者是推给中央。那整件事情就落幕，就没有事了。这棵树的一个褐根病的状态比较的严重。那另外的话，那其实那个地方它的土地的话，其实铁路单位在先前有跟我们表达过，说他们后续的铁路计划会需要用到相关的用地。那其实树木的安全跟环境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农业处强调，这张100年的老树仔已经在今年4月改读列管，按照规定，医毒并无需要通知在地居民。那最后民众感觉无欢喜，会立即检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讲，即马长照人员哦，拢30多岁年龄，还少年，也毋过哦，需要照顾的老大人，大部分拢是讲台语，所以因办长照台语的训练课程，望讲会当来提升服务的品质。时大在做金马来甲手尾来的测验，佮甲考一寡数要测验第一记忆能力，这是要申请社会局长照补助甲服务的必要程序。会由照顾管理专员是在基础内评估时代身体状况、参家庭照顾等，综合判断要用什么项目的长照服务。过程中，照专人员用台语来沟通，毋过要像这个少年人讲甲遮断定，实在无几个。时大认为用母语做评估，加甲听有。你又每晚来拢系咁开讲啦，服务介好啊。大部分讲的嘛是拢台语，有拄过讲你若是去讲国语的，伊就无爱接受你的评估啊。嘿，所以阮尽量啦，拢是用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社会局讲，因即摆服务的对象8、9成拢是讲台语的时代，长照照专就是第一线评估的重要角色。即阵咧做这平均年龄伫30至35，普遍较少年。实务上常常拄着咧讲专业词拢会较顿点，社会局惊影响评估的准确度，为着强化因的台语能力，邀请台语老师来办精灵课程，来提升长照专业的素养，嘛通有竞参时代距离。一般的生活台语，伊是还阁会使，我较专业的，就是要问讲，啊，你即马生活上有啥物困难无？有啥物欠点无？即个忧郁症、躁郁症，啊，阁有你是毋是梦想？是毋是有幻觉？这个物件其实若讲这个少年家，因的台语比较表达能力较歹。基本台语的听说的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服务的亲切感以及沟通的效率，也是尊重在地文化与长辈的一个权利。社会局头摆办台语训练课程，160个人员分配来受训。社会局讲，这是真好鼓励教专人员开嘴讲母语的方式，嘛甲失去的台语词搁捡倒转来讲，伊嘛按算效果袂歹，后续会继续举办。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伫写毛笔字的过程哦，手甲目睭都爱协调，嘛需要真专心，是一款真好的训练。嘉义县的台语家庭甲民间的基金会合作办理台语书法的课程，那学写书法，那学台语。讲这一个人如果很有趣味，咱讲这人做修行，咱等下要写的是唔是宣纸哦，是零啊布。教大二的老师伫学帮来示范伊的写法。为了要增加台语的学习，家己县台语家庭的培育计划，就伫社区开办的艺术课程，请老师用台语文来上课，教大家来写台文字的大字。透过这个写大字的过程你会当熟悉足济用文言来读的迄款台语安尼咱对台语的了解才会全面。唐诗300首，写宋词当然。
迄已经足侪人写的，而且吼，毋是毋好，只是讲有当啊伊离咱伤远啊。哦，咱写台语的台语文，伊毋若干那文字尔，伊阁有一种甲咱做人做事的道理伫内底。中正大学台文所就表示，台语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伫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思虑的人脉甲口语的表达，嘛应该爱有人文的素养。透过艺术课程甲台语的结合，互台语有更较侪学习内容。哦，大家来研究咱台语的文化，互咱台语更普遍，更较迄种平常化呢。希望会当学一寡台语的字啊、话啊。中部客新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配合台语家庭的计划，还有油菜、水墨的台语课程，希望会当伫艺术文化的推广当中，增加台语多元的运用甲学习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北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